媽媽，母親節快樂！在這特別的日子，作為一個有選擇困難症的人，我實在決定唔到送咩禮物俾你，所以最後我選擇問 A。調查顯示，媽媽最想收到的禮物並不是昂貴的珠寶或大餐，而是康乃馨。但不同花色的康乃馨花語完全不同，例如紅色康乃馨代表熱烈的愛、熱情、崇拜、關懷、深厚的親情與讚賞，常用於祝福母親或長輩健康長壽、身體健康。它是母親節最受歡迎的選擇，象徵對母親的敬愛、尊敬，並專注於表達對母親身體健康長壽的祝福。粉紅色康乃馨象徵不朽的母愛、感恩、感激、親情，也有祝福媽媽永遠年輕、美麗的意涵。它代表了溫柔、呵護與慈祥的關懷，被視為最能代表對母親心情與敬意的花卉之一。黃色康乃馨象徵感激、友誼、關懷與溫暖的祝福，特別適合送給像朋友般親密的媽媽，或在母親節傳遞溫柔的支持。現金。台北富邦銀行與約123求職網的調查顯示，現金是媽媽最想收到的母親節禮物第一名，比例高達52.8%。媽媽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物品，子女也不用擔心挑選禮物是否合適，媽媽更不用假裝喜歡。休息時光自由時間。媽媽常常犧牲自己的休息來照顧家庭。根據約123調查，92.7%職場媽媽曾想離家喘息一下。手寫卡片不需要昂貴的花費，卻能帶來深刻的感動。手寫字跡帶有個人風格與情感痕跡，無法被複製。有時候花時間思考與書寫，比買禮物更能打動人心。但有時候一句暖心的話，比冷冰冰的文字更能帶來笑容。在美國，母親節是全年電話量最高的一天，每年平均有1億通以上的電話打給媽媽。有時候萬千禮物不及一句深情的告白，不需要花太多時間，只需要一句說話，不論禮物係咩，心意最重要。啱嘛？紅色雙感嘆號，愛你啊媽咪，媽媽，我愛你。